想揾大面試嗰陣時，個個都話想揾大錢，點樣先可以一秒分得出係真定假呢？咁你問佢啦，可以為揾錢件事，佢可以付出幾多？可能我會答我會好努力咁做咯。咁好努力嘅定義又係咩呢？可能會話即係不停做咯。叫佢具體啲講，究竟佢點樣不停咁做？你可能問到佢口啞啞都 OK 嘅。問到佢口啞啞唔識答，會唔會尷尬啊？嗱，如果而家你問到佢咁嘅時候，呢一個其實係一個心理學嚟嘅，就係一個叫做洋葱式提問方法，將佢最想要嘅嘢一層一層咁樣搣落嚟，然後咁樣慢慢問到佢核心嗰個位。我哋要逼佢個腦認真思考，佢口中所謂嘅努力究竟係乜嘢嚟？但我驚逼到佢咁辛苦，佢驚咗唔做喎。而家你逼佢思考，好過入到嚟先至思考，原來發覺自己真係唔想做嘅時候，到最後尾點樣啊？變成個保姆啊！你如果你正在尋找新嘅方法過程嘅話，對方唔嚟好正常。所以咧，一個好嘅 interview 裏邊應該係80%聆聽，20%問問題。但係當我問完問題之後咧，對方有時都唔答，咁 dead air 好尷尬喎。其實我想講咧，面試入邊咧最強嘅技巧咧就係 dead air。好多時候我哋問完問題，見對方唔出聲嘅時候，我哋就搶住回答，係咪？咁你諗一諗啊，你搶住回答嘅時候，對方點會講出你嘅真心話俾你聽咧？我而家俾個建議你啦，當你問一啲有思考性問題嘅時候，嗰句説話唔好有尾音，同埋好似讀出嚟咁樣。譬如你唔好問啊，點解你要揾錢嘅？你應該咁樣講，點解你要揾錢？如果你正在尋找新嘅方法做招聘同埋管理團隊嘅話，我有一個免費訓練，絕對幫到你。只要點擊上下嘅連結，到時見。James，我想問下咧，點解成日約人面試，見完第一次之後，想約佢哋再見多次，佢哋成日都唔出嚟嘅咧？咁我問你啦，喺個面試過程裏邊啦，你係講得多定聽得多？我講得多。如果你講得多嘅話，呢一個就唔係一個 interview 嚟嘅喎，呢個係銷售過程嚟嘅喎。如果係銷售過程嘅話，對方唔嚟好正常。所以咧，一個好嘅 interview 裏邊應該係80%聆聽，20%問問題。但係當我問完問題之後咧，對方有時都唔答，咁 dead air 好尷尬喎。其實我想講咧，面試入邊咧最強嘅技巧咧就係 dead air。好多時候我哋問完問題，見對方唔出聲嘅時候，我哋就搶住回答，係咪？咁你諗一諗啊，你搶住回答嘅時候，對方點會講出你嘅真心話俾你聽咧？我而家俾個建議你啦，當你問一啲有思考性問題嘅時候，嗰句説話唔好有尾音，同埋好似讀出嚟咁樣。譬如你唔好問啊，點解你要揾錢嘅？你應該咁樣講，點解你要揾錢？如果你正在尋找新嘅方法做，啱啱出嚟做嘢3年嘅人啦，我嚟緊應該點樣同佢傾係最好啊？問你個問題啦，你呢個地方做咗3年，我想問啦，嚟緊3年嘅話，都係做同一個職位嘅話，你 O 唔 OK？但我係唔 OK，你話唔 OK，咁我問啦，你會想點樣？我會想揾一份更好嘅工。明白，咁呢個更好，係啦，係咪？嗰一下佢會呆咗啦，而你同佢講，人生係咪活一次先？係。如果係一次嘅話，咁你問佢啦，你會唔會想喺你人生活一次嘅裏邊，俾自己接受唔同嘅嘢？如果你正在尋找新嘅方法，其實我會見一個招募嘅人嘅，咁我就知道呢個人咧，其實佢一見面一定會問我個配套係點樣啦。咁我應該要點樣答佢啊？咁我想問啦，如果你即刻講配套嘅話，佢會講啲咩啊？應該會講佢考慮下。咁呢啲答案係咪你想聽到嘅嘢啊？係。係啦，咁所以送你4個字啦，反向思維。當佢問你有咩配套嘅時候，你唔係話俾佢知我配套可以點幫到你，你問佢今日點解你一見我嘅時候你就咁急想知道配套咧？咁當你咁樣講嘅時候，你諗下先，佢會咩反應啊？佢嘅反應應該會係呆咗咯，因為佢冇期望過你係咁樣答佢啊嘛。咁冇期望過嘅時候，咁你成個主導權咪就攞翻咯。攞翻嘅時候，你解釋俾佢知點解今日我會想問咗你點解咁急先，因為我想了解你個人先，多過俾個答案你。如果你正在尋找新嘅方法做招聘同埋管理 James， 我聽日會見個大學生，我應該點樣同佢講好啲啊？4個字，靈魂拷問。大學生，你就嚟畢業啦，我想問啦，嚟緊你有咩計劃？通常你咁樣問啲大學生嘅時候，佢哋點答你㗎？冇啊，諗唔到，冇咩。係咯，諗唔到係咪？然後你再追問佢，我想問啦，你一班裏邊，我想問有幾多個 percentage 嘅人好似你咁樣唔知自己想點？絕大部分。大部分有冇大概可能講緊80%？有啊，應該80%。差唔多係咪？然後啦，你就再問佢，咁如果咁樣嘅話，今日嘅你想成為嗰80%唔知自己想點啊，定係想成為嗰20%知道自己人生想點咧？如果你正在嘅過程之中
中，我點樣可以揾到一啲有 MTRT 特質嘅人嘅3個特質就係 FAT，OK？F 係 stand for faithful，忠心於自己嘅成績啦，忠於自己嘅目標啦，忠於團隊，同埋最後尾要忠於你呢個人。OK？第二 available 就咩咧？佢要有時間啦，有時間去學習同埋成長啦，有時間讓自己犯錯，同最緊要一點就咩？有時間去幫助別人，因為幫得人多嘅時候，佢嘅成長最快。第三就係 teachable 啦，受教。OK？就係當你教佢嘅嘢嘅時候，係帶住質疑嘅心，同願意去讓自己成長同埋變得唔一樣。如果你正在James，我想問下個招募入邊，我點樣可以揾到一個有同頻嘅人？好，教你3樣嘢，讓你揾到同頻嘅人。第一，當你同嗰個人傾完偈嘅時候，你發覺自己唔會俾人抽乾，仲要精神爽利。第二，當你同佢傾完偈嘅時候，你發覺你自己係會變成一個更好嘅自己。第三，當你同嗰個人傾完偈嘅時候，你係唔需要戴住面具，你可以做真實嘅你。如果你正在尋找新嘅方法，係咩咧？以退為進。我分享個故事俾你聽。好。我以前做獵頭嘅時候咧，曾經有個人啦同我講話 ，James， 你幫我揾份工，年薪要多30%。你揾下一間公司咧，就願意淨係俾15%佢。即係唔合我要求啦。咁如果我將呢個 offer 俾咗佢嘅話，你估佢講啲咩咧？佢應該唔滿意。佢唔滿意，咁之後有怨言，之後叫我做咩？再 bargain 下，或者再揾個第二份，係咪？嗱，咁成件事好麻煩，係咪？當時候我做一件事就以退為進，我同嗰人講，對方咧俾唔到你想要嗰個30%，淨係俾到15%你，不如我咁樣做啦，我幫你拒絕佢。你諗下佢講咩？咁又唔好，佢應該會呆咗一下。係啦，佢講話 hold 住先。係啦，佢就嗰一下就佢就呆咗啦，佢就話 hold 住先。跟住然後我問佢啦，咁你而家想點？然後佢講一句嘢就話 James， 你等我2日，2日後我覆翻你。呢2日裏邊，你估我心情點啊？好複雜，或者可能諗下佢究竟諗成點啊？佢會唔會有其他方向？係啦，咁同埋嗰2日裏邊，我可以做啲咩？可以做啲咩？你應該都冇嘢好做。係啦，如果我一做嘅話就輸咗啊嘛。2日過後，奇妙嘢發生，就去打俾我，同我講 OK James， 幫我接受個 offer。如果你正在尋找新嘅方法做招聘，James想問你啦，咁點樣會請到人會喐嘅咧？4個字就係沉默寡言。我想問啦，平時你面試嘅時候咧，係你講得多啦，定聽得多？我講得多，你講得多。OK， 好。曾經有一次咧咁樣嘅 case，見一個女仔，跟住問佢啦，點解想做個行業啦？佢話想幫人。當時候嘅我咧係聽唔明咩叫幫人，跟住我就係咁講我自己嘅嘢啦。跟住我做咧又年薪過百啦，就可以去好多旅行啦，blah blah blah。講完之後啦，就話哦好啦，咁我入咗嚟做6個月過後啦，你估發生咩事啦？我唔想做，咁我問啦，點解咧？明明當時候面試嘅時候，你同你講話嗰啲錢啊，嗰啲旅行啊，你 OK 喎，點解6個月過後你唔做咧？跟住佢講句説話啦，我話 James， 其實咧嗰時候咧，我已經話俾你知我要幫人，但係咧你不停咁樣將你想要嘅嘢講到好似係我想要咁樣。如果你正在尋找新嘅方法 ，James， 我想問下咧，我最近成日見好多 interview 嘅人咧，佢哋同我 interview 嘅時候都木口木面啊，咁我應該點樣啊？嗱，咁我問你啦，平時你一 interview 嘅時候，你第一句問啲咩先？你介紹下你自己先。當你咁樣問嘅時候，對方咪將佢以前背開嗰啲稿話俾你知咯，完全冇感受啊嘛。如果今日你想對方同你 interview 嘅時候好有溫度，將佢好多嘢話俾你知嘅時候，你要做一件事，想唔想學先？想。呢件事就係當你面試嘅時候，唔係叫對方介紹自己，係你介紹翻自己先。點解咁做？你將你個人透明化俾人哋知道嘅時候，當你越透明嘅時候，對方先會越想將佢嘅嘢講俾你知。如果你正在尋找新嘅，我嚟緊要同一個時間咧 interview 3個人啊，我唔知點樣做。哇！呢個開局好差喎，因為嗰個氣勢咧唔會喺你嗰邊。咁應該點做咧？想唔想學啊？想。用一個4個字，就係自投羅網。點做咧？當你見3個人嘅時候，你唔需要 sell 佢哋，亦都唔需要講你嘅行業點樣做，淨係問一個問題，咩問題？就問今日你3個人嚟見我想問點解你覺得我幫到你？當你問完嘅時候，下一步你要做啲乜嘢？就係唔好出聲。好多領袖就講咗錯誤，就係自己問完之後自己答翻。你要等，可能成個場面好 dead air 嘅，好靜嘅，可以嘅。OK， 等到佢哋自己講。點解？因為佢哋自己講出嚟嘅嘢先會係真實嘅嘢。你咁樣問嘅時候，到最後尾成個氣勢就去翻你嗰邊。如果你正在尋
就係我最近咧啊見咗個人，咁其實都係我哋個同行嚟嘅，我都見咗一排㗎啦。佢就問我點樣可以幫佢再爭取多啲更好嘅 offer，咁我應該點樣答佢啊？咁我問你啦，佢有冇講過，如果你幫佢爭取到嘅話，佢會立刻加入你啊？冇喎，冇嘅話，咁我想問啦，成件事係佢主導定你主導啊？佢主導，咁呢件事係咪你想見到㗎？唔係咯。唔係，係咯。咁所以啦，你知唔知以前咧，我做獵頭嘅時候咧，成日幫啲 CEO 去揾工㗎嘛。咁幫佢揾工嘅時候咧，我每一次佢見呢個 round 都好，我每一次都會問一個問題，就係今日你見完呢一 round，我想問啊，撇除咗錢，你呢份工係咪你想要嘅？團隊又好，啲人都好，文化都好，係咪你中意嘅？因為錢同文化、團隊嗰個人唔可以一齊講，要分開去講㗎。如果你正在尋找新嘅方法，今日做啲咩呢？今日就同阿 Carol 一齊打電話，因為咧佢手上面咧有好多嘅名單跟進咗好耐，但佢唔識得點樣約出嚟啦。今日就做咗個示範，點樣能量提升就約到人，唔係方法先。準備好未？準備啦。好，打。Hello。之後你嘅 call 嘅時間、日子、地點係要你定，唔好問人哋。好。因為你哋慣咗俾人哋定咧，唔得噶。你諗到嘢咩？係諗到嘢啊？係諗唔到嘢噶嘛？咪咯，你做咩俾佢定時間啫？我俾定日子啫？習慣咗唔得啦，你要係你定。好。聽日10點鐘，我哋喺邊度等 ？O 唔 OK？OK， 嗱，你唔好放我飛機啊！如果你真係唔得，早啲同我講啊！就開快聲啊！嗱，咁咪得咯，約多個。呢個比較誠實，呢個我約咗好多次佢。咁約到咯，今次。好，到時見。好，拜拜。如果你正在尋找新嘅方法做招聘同埋管，今天我們也是站在高點，而不是站在低點。求你了，你來 try 了。OK，never try，因為是你覺得他是可以，欣賞他。我覺得你可以，你不要的話，是你自己浪費算了，明白嗎？是你見到一個人的時候，見到一個人你覺得適合的時候，說我覺得你適合，你很有能量，適合做。不要，浪費了，你真的是嘥晒你。我講嘥晒你，我用那個語氣來一下來，好不好？來，1、2、3，嘥晒你。如果你正在我咧，我個團隊好細啊，我唔係好知點樣招募到人，點樣同人比啊？好，俾3個字你，喬布斯。1984年嘅時候咧，喬布斯咧佢就想請百事可樂嘅 CEO。1984年嘅時候，我想問係百事可樂勁啲定蘋果勁啲？百事可樂係咪？咁嗰時候係點樣可以叫到個 CEO 過嚟咧？係咪個公司好勁？當時候完全唔勁，但係當佢見個 CEO 嘅時候，佢同講句說話：你想一輩子賣糖水啊？跟我去改變世界。如果你正在尋找Sir，我聽日會見個大學生，我應該點樣同佢講好啲啊？4個字，靈魂拷問。大學生，你就嚟畢業啦，我想問啦，嚟緊你有咩計劃？通常你咁樣問啲大學生嘅時候，佢哋點答你㗎？冇啊，諗唔到啊，冇咩。係咯，諗唔到係咪？然後你再追問佢，我想問啦，呢一班裏邊，我想問有幾多個 percentage 嘅人好似你咁樣，唔知自己想點？我知絕大部分。大部分有冇大概可能講緊80%？有啊，應該80%。差唔多係咪？然後啦，你就再問佢。咁如果咁樣嘅話，今日嘅你想成為嗰80%唔知自己想點啊，定係想成為嗰20%知道自己人生想點呢？如果你正在尋找新嘅，1年的時間有可能今天給你一個機會，1年的時間有可能可以淨賺100千到200千。很多人聽到這裡，第一個反應一定是要回答得很快，很肯定，但是真正要開始行動的時候，大多數人卻會停住，開始懷疑真的假的，會不會被騙，是不是很辛苦的，有沒有更穩一點的？嘴巴想要，心裡也想，可是身體就是不動。換一個情境，如果我講1年過後你賺不到錢，這一筆錢我直接給你，99%的人連想都不用想，直接加入。為什麼？這一次你不需要承擔任何的風險，不需要放棄現狀，也不需要為結果負責。講穿了，不是不想要錢，是不想為錢承擔不確定性，不想辛苦，卻想要結果自動出來。真正抓住機會的，必須要先學會放棄一些東西，放棄現在的穩定，放棄熟悉的節奏，放棄看起來安全其實沒有成長的生活。進入新行業，不可能不 all in，至少要準備好3個月的儲蓄，繳費
贷款，生活费都要够，才能扛得住起跑阶段的压力。很多人连这一点都不愿意，一边讲要改变，一边什么都不肯放，想用 part time 的投入拿到 full time 的结果，还没有选择权就嫌工作肮脏、丢脸、辛苦，明明还没有资格挑就开始退缩。真正可以有选择权的人，都是先经历那一些不体面、先付出过的人。你不 all in， 行业也不会 all in 给你回报。不给时间，不专注，不承担，凭什么要求结果？机会从来不是没有出现，而是没有人愿意负责任，动起来。1年后赚不到钱，也是一种结果。最失败的从来不是失败本身，而是永远停留在想，从来没有开始。机会我可以给，不用质疑，因为已经有无数个成功的结果。你全力以赴，我才可以全力以赴的帮你。机会只给愿意行动、愿意负责、先把姿态放低的人。今天 Hey, boss, why are you here? Why are you delivering food? So hungry lah. Finally, the driver is here. Hey, boss, why are you here? Why are you delivering food? Because I like riding motorbikes on the weekend. Weekend? But today is a weekday. Plus, it's a public holiday some more. Okay lah, fine. I'm doing this for extra income actually lah. Because every year also I work so hard, I only get 3% increment, you know. And that 3% increment not enough to buy me the new iPhone, you know. That's why I'm doing this for extra income now lah. Fair enough, fair enough. The new iPhone is serious business, you know. Hey, I have a motorbike as well. Maybe I can also join Green Panda and make some side hustle. Okay, I gotta go first. Here's your food. Oh, thank you. Remember to give me 5-star rating, huh? Okay, okay. Okay. Bye-bye. Thank you. Do you know that 1 in 4 Malaysians are actually working in the gig economy or doing freelancing work? In fact, one of these studies by University of Oxford found that 38% of Malaysians have considered joining freelancing work or a project. The truth is, managers and business owners are willing to reward and retain good employees. But the challenge is, how do you know who is a good employee or not? Especially for the service line, where you have technicians or engineers working in customer locations, different regions, different states. That's where Cashion comes in. If you're a business owner or manager looking to improve your operations, join us in this upcoming event co-hosted by Microsoft Malaysia. Click the link below and then we'll see. 再考虑，我应该要怎样去？全是当顾客跟我说再考虑，我应该要怎样去更好的服务？我们每天以为顾客考虑只是考虑你的产品，对不起，其实顾客考虑很多东西的。其实顾客考虑你的公司，考虑你的动机，考虑对你的信任，考虑对你的产品，考虑对你的budget。所以当你解决了一个一个的考虑的时候，你的成交率就会提高。可是问题是你要怎样 identify 顾客在考虑什么？很简单，你一见顾客的时候，顾客一定想考虑，你就要问他1、2、3、4、5。我每天会问顾客老板娘，如果你在顾虑，你是顾虑这个保单，顾虑我的公司，顾虑这个budget，还是顾虑我？过后还会讲没有啦，我顾虑保单，这样你就慢慢改它，因为它这个内容不够深，那内容不够深，你就要加意义给它。所有东西呢，就是等于加脚，一个桌子就是要有脚。所以当每个东西解决了第一个对公司的4个角，它就对你的4个角，对保单的4个角，对价格的4个角，4个角有了意义，它就购买。所以人家考虑是因为你还放不够角给他。所以如果你要学会怎样加角给顾客，就是加 value 给顾客，让他跟你买。接下来3个小时，我会教你怎样卖大单，卖大单要加很多角的，会教你让顾客不会再考虑。接下来有3个小时，我会跟你一步一脚印教你怎样卖大单，怎样選對的人，還有講對的什麼話。我們接下來見，對啊，這個是新課程哦，你一定要按進來哦。其實我會見一個招募嘅人嘅，咁我就知道呢個人咧，其實佢一見面一定會問我個配套係點樣啦。咁我應該要點樣答佢啊？咁我想問啦，如果你即刻講配套嘅話，佢會講啲咩啊？應該會講佢考慮下。咁呢啲答案係咪你想聽到嘅嘢？唔係。係啦，咁所以送你4個字啦，反向思維。當佢問你有咩配套嘅時候，你唔係話俾佢知我配套可以點幫到你。你問佢今日點解你一見我嘅時候你就咁急想知道配套呢？咁當你咁樣講嘅時候，你諗下先，佢會咩反應啊？
佢嘅反應應該會係呆咗咯，因為佢冇期望過你係咁答佢啊嘛。咁冇期望過嘅時候，咁你成個主導權咪就攞翻咯。攞翻嘅時候，你解釋俾佢知點解今日我會想問咗你點解咁急先，因為我想了解你個人先，多過俾個答案你。如果你正在尋找新嘅方法做招聘同埋管理， James，我想問下個招募入邊，我點樣可以揾到一個有同頻嘅人啊？好，教你3樣嘢，讓你揾到同頻嘅人。第一，當你同嗰個人傾完偈嘅時候，你發覺自己唔會俾人抽乾，仲要精神爽利。第二，當你同佢傾完偈嘅時候，你發覺你自己係會變成一個更好嘅自己。第三，當你同嗰個人傾完偈嘅時候，你係唔需要戴住面具，你可以做真實嘅你。如果你正在尋找新嘅方法，係咩咧？以退為進。我分享個故事俾你聽。好。我以前做獵頭嘅時候咧，曾經有個人啦同我講話 ，James， 你幫我揾份工，年薪要多30%。你揾下一間公司咧，就願意俾淨係俾15%佢，即係唔合我要求啦。咁如果我將呢個 offer 俾咗佢嘅話，你估佢會講啲咩啦？佢應該唔滿意。佢唔滿意，咁之後有怨言，之後叫我做咩？再 bargain 下，或者再揾個第二份，係咪？係啦，咁成件事好麻煩，係咪？當時候我做一件事就以退為進，我同嗰人講，對方咧俾唔到你想要嗰個30%，淨係俾到15%你，不如我咁樣做啦，我幫你拒絕佢。你諗下佢講咩？咁又唔好，佢應該會呆咗一下。係啦，同你講話 hold 住先。係啦，佢就嗰一下就佢就呆咗啦，佢就話 hold 住先。跟住然後我問佢啦，咁你而家想點？然後佢講一句嘢就話 James， 你等我2日，2日後我覆翻你。呢2日裏邊你估我心情點啊？好複雜，或者可能諗下佢究竟諗成點啊？佢會唔會有其他方向？係啦，咁同埋嗰2日裏邊我可以做啲咩？可以做啲咩？你應該都冇嘢好做。係啦，如果我一做嘅話就輸咗啊嘛。2日過後，奇妙嘢發生，就去打俾我，同我講 ，OK，James， 幫我接受個 offer。如果你正在尋找新嘅方法做招聘，我聽日會見個大學生，我應該點樣同佢講好啲啊？4個字，靈魂拷問。大學生，你就嚟畢業啦，我想問啦，嚟緊你有咩計劃？通常你咁樣問啲大學生嘅時候，佢哋點答你㗎？冇啊，諗唔到，冇咩。係咯，諗唔到係咪？然後你再追問佢，我想問啦，你一班裏邊，我想問有幾多個 percentage 嘅人好似你咁樣唔知自己想點？我知，絕大部分。有冇大概可能講緊80%？有啊，應該80%。差唔多係咪？然後啦，你就再問佢。咁如果咁樣嘅話，今日嘅你想成為嗰80%唔知自己想點啊，定係想成為嗰20%知道自己人生想點咧？如果你正在尋找新嘅方法，成日想問你啦，點樣會請到人會喐嘅咧？4個字就係沉默寡言。我想問啦，平時你面試嘅時候咧，係你講得多啦，定聽得多？我講得多。你講得多。OK， 好。曾經有一次咧咁樣嘅 case， 見一個女仔，跟住問佢啦，點解想做個行業啦？佢話想幫人。當時候嘅我咧係聽唔明咩叫幫人，跟住我就係咁講我自己嘅嘢啦。跟住我做咧又年薪過百啦，就可以去好多旅行啦，blah blah blah。講完之後啦，就話好啦，咁我入咗嚟做6個月過後啦，你估發生咩事啦？我唔想做，跟住我問啦，點解咧？明明當時候面試嘅時候，你同你講話嗰啲錢啊，嗰啲旅行啊，你 OK 喎，點解6個月過後你唔做咧？跟住佢講句説話啦，我話 James， 其實咧嗰時候咧，我已經話俾你知我要幫人，但係咧你不停咁樣將你想要嘅嘢講到好似係我想要咁樣。如果你正在尋找新嘅方法 ，James， 我想問下咧，我最近成日見好多 interview 嘅人咧，佢哋同我 interview 嘅時候都木口木面啊，咁我應該點樣啊？嗱，咁我問你啦，平時你一 interview 嘅時候，你第一句問啲咩先？你介紹下你自己先。當你咁樣問嘅時候，對方咪將佢以前背開嗰啲稿話俾你知咯，完全冇感受啊嘛。如果今日你想對方同你 interview 嘅時候好有溫度，將佢好多嘢話俾你知嘅時候，你要做一件事，想唔想學先？呢件事就係當你面試嘅時候，唔係叫對方介紹自己，係你介紹翻自己先。點解咁做？你將你個人透明化俾人哋知道嘅時候，當你越透明嘅時候，對方先會越想將佢嘅嘢講俾你知。如果你正在尋找新嘅，我嚟緊要同一個時間咧 interview 3個人啊，我唔知點樣做。哇！呢個開局好差喎，因為嗰個氣勢咧唔會喺你嗰邊。咁應該點做咧？想唔想學啊？想。用一個4個字，就係自投羅網。點做咧？當你見3個人嘅時候，你唔需要 sell 佢哋，亦都唔需要講你嘅行業點樣做，淨係問一個問題，咩問題？就問今日你3個人嚟見我想問點解你覺得我幫到你？當你問完嘅時候，下一步你要做啲乜嘢？就係唔好出聲，
好多領袖就犯咗錯誤，就係自己問完之後自己答翻，你要等，可能成個場面好 dead air 嘅，好靜嘅，可以嘅，OK， 等到佢哋自己講，點解？因為佢哋自己講出嚟嘅嘢先會係真實嘅嘢。你咁樣問嘅時候，到最後尾成個氣勢就去翻你嗰邊。如果你正在尋，就係我最近咧見咗個人，咁其實都係我哋個同行嚟嘅，我都見咗一排㗎啦。佢就問我點樣可以幫佢再爭取多啲更好嘅 offer，咁我應該點樣答佢啊？咁我問你啦，佢有冇講過，如果你幫佢爭取到嘅話，佢會立刻加入你啊？冇喎。冇嘅話，咁我想問啦，成件事係佢主導定你主導啊？佢主導。咁呢件事係咪你想見到㗎？唔係咯。唔係，係咯。咁所以啦，你知唔知以前咧，我做獵頭嘅時候咧，成日幫啲 CEO 去揾工㗎嘛。咁幫你揾工嘅時候咧，我每一次去見幾多 round 都好，我每一次都會問一個問題就係：今日你見完呢一 round，我想問啊，撇除咗錢，你呢份工係咪你想要嘅？團隊又好，啲人都好，文化都好，係咪你中意嘅？因為錢同文化、團隊嗰個人唔可以一齊講，要分開去講㗎。如果你正在尋找新嘅方法，今日做啲咩咧？今日就同阿 Carol 一齊打電話，因為咧佢手上面咧有好多嘅名單跟進咗好耐，但佢唔識得點樣約出嚟啦。今日就做咗個示範，點樣能量提升就約到人，唔係方法先。準備好未？準備啦。好，打。Hello。之後你嘅 call 嘅時間、日子、地點係要你定，唔好問人哋。好，因為你哋慣咗俾人哋定咧，唔得噶。你諗到嘢咩？佢諗唔到嘢啊？佢諗唔到嘢噶嘛？咪咯，你做咩俾佢定時間啫？我俾啲日子啫，習慣咗唔得啦。你要係你定。好。聽日10點鐘，我哋喺邊度等 ？O 唔 OK？OK， 嗱，你唔好放我飛機啊！如果你真係唔得，早啲同我講啊！就開快聲啊！嗱，咁咪得咯，約多個。呢個比較誠實，呢個我約咗好多次佢。咁約到咯，今次。好，到時見。好，拜拜。如果你正在尋找新嘅方法做招聘同埋管，今天我們也是站在高點，而不是站在低點。求你了，你來 try 了。OK，never try， 因為是你覺得他是可以欣賞他，我覺得你可以，你不要的話是你自己浪費算了，明白嗎？是你見到一個人的時候，見到一個人你覺得適合的時候，說我覺得你適合，你很有能量，適合做。啊，不要，浪費了，你真的是嘥晒你。我講嘥晒你，我用那個語氣來一下來，好不好？來，1、2、3，嘥晒你。如果你正在我咧，我個團隊好細啊，我唔係好知點樣招募到人，點樣去俾啊？好，俾3個字你，喬布斯。1984年嘅時候咧，喬布斯咧佢就想請百事可樂嘅 CEO。1984年嘅時候，我想問係百事可樂勁啲定蘋果勁啲？百事可樂係咪？咁嗰時候係點樣可以叫到個 CEO 過嚟咧？係咪個公司好勁？當時候完全唔勁，但係當佢見個 CEO 嘅時候，佢同佢講句說話：你想一輩子賣糖水啊？跟我去改變世界。如果你正在尋找，可以知道咧喺面試過程裏邊咧，佢係一個有做大單潛質嘅人。嗱，做大單嘅人咧，永遠咧係唔會銷售人嘅，只會吸引人同你購買。所以咧，做大單嘅人咧，佢哋係有4個 C。第一個，佢會有一個好清晰嘅叫做 clarity 啦，佢會知道究竟個客人要乜，同埋自己想 present 啲乜嘢。第二個 C 就係佢會好有個 courage，會好勇敢，或者佢會有能力咧去 say no。如果覺得嗰個時機或者唔係一個 right timing 去購買啦，同埋同人哋做個成交。第3個 C 就係佢有個 confidence，佢有自信，佢知道自己產品嘅價值喺邊度，係唔會無啦啦，唔會隨便降價錢啦。同埋第4就係 consistency，佢會堅持自己所相信嘅嘢。如果你正在尋找新嘅，問你咧點樣喺interview 嗰陣時咧，可以發現到呢個人有冇 TOT 嘅特質咧？好，送你3個英文字啊，就係 TOP。OK， 嗱 T 係 stand for 咩咧 ？T 就 stand for 佢係咪個 thinker 啦？究竟佢係咪一個佢會自己諗嘢啦，自己好清楚成個流程 step by step 點樣做啦？第2就係佢咪 own 啦，就係有冇 ownership 啊？佢有冇成件事佢自己會 own 咗嚟去處理咧，定係假手於人咧？P 就係個 pressure， 可唔可以承受到成件事嘅壓力？因為有啲人可能簡單少少壓力已經做唔到啊嘛，咁可唔可以承受到成個壓力咯？或者可唔可以送多一個字就係 C， 就係冇咁夠瘋狂啦。點樣瘋狂法咧？就係諗一諗，如果做 MDRT 係要瘋狂嘅話，咁去做乜嘢？去做 COT 都要更瘋狂，咁做 TOT 係咪要宇宙級瘋狂啊？如果你正在尋
點樣可以揾到一啲有 MTRT 特質嘅人嘅？3個特質就係 FAT，OK？F 係 stand for faithful， 忠心於自己嘅成績啦，忠於自己嘅目標啦，忠於團隊，同埋最後尾要忠於你呢個人。OK？第二 available 就咩咧？佢要有時間啦，有時間去學習同埋成長啦，有時間讓自己犯錯，同最緊要一點就咩？有時間去幫助別人，因為幫得人多嘅時候，佢嘅成長最快。第三就係 teachable 啦，受教。OK？就係當你教佢嘢嘅時候，係帶住質疑嘅心，願意去讓自己成長同埋變得唔一樣。如果你正在尋找新嘅方